先来看一下国际当中的大代志，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登咧罗西亚访问，参访这个罗西亚的太空发射场了后，有和罗西亚总统普京见面，进行1对1的高峰会。金正恩是表态支持这罗西亚拍乌克兰，不过是无讲到这武器援助议题。在咧刚刚呢，北韩国在试射2粒弹道飞弹，这是北韩今年第17届试射。 北韩13飞弹试射是今年以来第17摆发射飞弹行动。根据日本媒体引用防卫省的信息指出，台湾时间早时10点41分加10点51分，北韩先后发射2粒飞弹，飞行距离各自为350公里加650公里，落点拢是伫日本经济海域以外日本海范围内。尽管无传出任何损失，不过日本方面依然是顺外交管道向北韓表達抗議。 今般の発射を受け、北京の大使館ルートを通じて北朝鮮に対して厳重に抗議をしました。日本防卫省的分析指出，第2粒飞弹的飞行路径呈现所谓无规则弹道的状态，也就是亲像俄罗斯前方型加中国东方17型的方式。这是北韩伫7月19日了后，今年第2摆来试射这种的飞弹。 另外，北韩试射飞弹拄好也是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会见总统普京的时间点。普京陪同金正恩参访位伫阿摩尼州的东方太空发射场了后，随即进行高峰会。对着进行超过1年半，军双方拢无进展的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金正恩搁再强调北韩对俄罗斯的支持。 会谈中，普京答应协助北韩卫星的技术，不过两个人并无公开讲到外界所关心的北韩援助俄国军火装备的话题。 그런 패권주의 세력에 맞서서 자기 주권적 권리와 또 안전 이익과 이걸 수호하기 위해서 정의의 위협을 벌이고 있는데 우리는 시정일관 러시아 정부 그 당시께서 취하시는 모든 조치에 전적인 무조건적인 지지를 표명해왔고 앞으로도 언제나 반절 다주 전선에서 언제나 러시아와 함께 있을 것임을 다시 이 기회를 빌어서 확언하는 바입니다. 欧美各国一方面继续援助乌克兰各种武器，包含备受争议的急速炸弹。一方面指控中国甲北韩提供武器给俄罗斯，英国至今无法度提出具体证据。俄罗斯、中国甲北韩也拢否认。 另外，甲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北韩试射飞弹同时进行的联合国安理会，英国、美国搁再指控俄罗斯向北韩采购军备，并且讲会加重对北韩甲俄罗斯的制裁。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